Hello，大家好，我係阿 Mac。喺香港入面，Costco 大家應該唔會聽得多，但係其實 Costco 喺外國係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話 Costco 根本就係外國人嘅百佳同埋惠康。今日想同大家講嘅，正正就係 Costco 嘅傳奇。有一次去到英國旅行嘅機會，去咗 Costco 入面見識下，去到買單嘅時候，總係會覺得哇，真係買得好抵，甚至可以話哇，做咩又買咗2個月嘅份量呢？無論你推住嗰架高過你嘅購物車，喺一啲巨大嘅貨架迷宮入面穿梭嘅小型企業老闆，定係一啲釘實刻鑽會員卡回贈、精打細算到小數點後嘅家庭主婦，甚至係單純為咗聞名全球幾十年都冇加過價嘅1.5熱狗套餐，你正喺度經歷嘅，正正就係一個全球零售業嘅異數。先同大家分享一個冷知識，每一日全球幾百萬人都會湧入呢一個全球最大會員制嘅超市，但係好少有人停低落嚟思考，點解呢一度嘅商品感覺永遠都係平過其他人呢？點解呢一間公司亦都會固執到不可思議，唔做廣告又唔會做啲咩促銷，但係就能夠不斷擴張，由美國西雅圖嘅一間倉庫變成一個年收幾兆美元嘅零售帝國呢？而最詭異嘅係，你係要先俾錢先至能夠入去貢獻你嘅消費。冇錯，呢一啲聽落都係一個反商業嘅商業模式。但係有趣嘅係，即管經歷咗市場周期同埋經濟衰退，Costco 嘅股價喺過去5年內仍然都係飆升超過200%。如果由佢上市當日所計，嗰個總回報率簡直能夠令華爾街嘅投資大師集體目定口呆。而今日我哋就要揭開呢一個倉庫巨人嘅神秘面紗，探索 Costco 崛起嘅真正秘密。呢一個唔單止係一個關於賺錢嘅故事，更加係一個關於反向思考、極致價值同埋一個律師點樣所謂搞好零售業嘅傳奇呢？呢一個故事嘅起點就要翻到1970年代中期嘅美國，當時嘅零售業主流模式就係主打光鮮亮麗嘅百貨公司，仲有琳琅滿目嘅超市。佢哋嘅潛台詞一般都係高毛利、層層咁樣加價，同埋賺到你一頸都係血。但係呢一個傳統嘅零售帝國入面，有一個特立獨行嘅零售先驅，正喺度醞釀一場大膽嘅實驗。呢一個人叫做索爾普萊斯，有個幽默嘅小插曲㗎。你以為佢係經驗老道嘅零售大亨？唔係啊，其實佢係由一個律師辭職去嚟到做呢一個超市嘅老細。試想象一下，呢個律師話：大家都想買平貨，呢一個係人性，但係零售商都會想賺多啲。既然係咁，我哋不如開一間鋪頭，目標上面唔係由商品度賺錢，而係由入場嘅門票度賺錢。呢種諗法喺當時簡直係異想天開，甚至有少少似商業領域嘅反社會人格。但係普萊斯就見到2大被忽略嘅市場，首先係小型企業老闆或者係餐廳老闆，佢哋需要進行大量嘅採購，但係佢哋並唔會在乎個環境係咪華麗。另外就有追求極致性價比嘅家庭啦，佢哋願意犧牲少少購物嘅體驗，但係能夠換取錢包嘅大幅解放。於是喺1976年，索爾普萊斯就喺聖地牙哥創立全球第一間會員制嘅儲倉式商店 Price Club。行到入去 Price Club，即係 Costco 嘅前身，你就會覺得自己行咗入去一個巨大嘅工業倉庫，而唔係一間超市。佢哋冇華麗嘅裝修，而商品亦都係直接赤裸裸咁樣堆砌喺層板上面。普萊斯用4條瘋狂嘅柱顛覆傳統零售嘅遊戲規則。首先係會員制，你必須要俾咗錢先至能夠入嚟花錢。呢一個係最瘋狂嘅一個位，因為你先要俾咗一個年費先至能夠入嚟買嘢。因為對於普萊斯嘅邏輯就係呢一筆年費就係我嘅入場券，更加係我敢於將一啲商品去壓價，壓到去地板價嘅底氣。我可以幾乎唔喺商品銷售入面揾錢，有時甚至係唔賺，因為我嘅主要利潤收入都係你手中嗰一張會員卡。呢件事令到顧客同商店之間由單純嘅買賣關係升級到去一種互惠互利嘅關係。你俾咗年費，我就必須要提供最好嘅價值俾你，如果唔係，你出年就唔會續費㗎啦。另外就係一啲大宗商品 Price Club 同而家嘅 Costco 一樣，佢哋係並唔會賣單個一支嘅牙刷，只會賣一打牙刷，亦都唔會賣細細包嘅利是薯片，只係賣一大箱。呢件事唔單止鼓勵顧客去儲貨，更加重要嘅係降低咗物流同埋包裝成本。商家一般處理一個巨型包裝嘅成本係遠低於處理幾十個小型包裝㗎，當然價錢就會低啦。另外佢哋強制咁樣去提高客嘅單價，等你入嚟一次就滿載而歸，而同一時間
買嘅嘢自然就會多。另外，佢哋實行儲倉式嘅陳列，佢哋放棄使用精美嘅貨架同埋櫥窗，商品直接喺貨車卸低之後就直接儲喺個倉入面。呢件事節省高昂嘅裝修費同埋陳列嘅人力，仲有最重要嘅租金。倉庫嘅租金比起零售嘅店面係平得多噶，慳落嚟嘅每一分錢都轉化成商品上面更低嘅價格。另外就係有限嘅商品種類，因為佢哋唔係百貨公司，而係一啲精選嘅貨品。一般傳統超市佢哋可能會賣超過5萬種唔同嘅商品，令到你眼花繚亂。但喺 Price Club 或者 Costco，佢哋就堅持淨係精選4000種左右嘅商品，而且嗰啲只係會揀最暢銷、周轉率最高嘅單一貨品。例如你唔會見到所有味道嘅一隻薯片，你只會見到一隻或者係部分最暢銷嘅薯片產品。呢件事背後嘅原因就係減少選擇等於減少存庫管理嘅複雜性，降低商品積壓嘅風險。同一時間，因為大量採購呢一小撮嘅商品，就令佢哋喺同供應商談判嘅時候有碾壓級嘅議價能力。索爾普萊斯證明薄利多銷喺一個極致嘅會員制模式底下係可以實現巨大嘅成功㗎。佢亦都被譽為儲倉式零售業之父，為後來嘅零售巨頭，包括由 Price Club 前員工創立嘅 Costco 自己鋪平咗道路。Costco 嘅真正秘密亦都從來唔係商品，而係佢哋嘅信任。佢哋用極致嘅低價換取你對嗰一張年費卡嘅信仰。佢哋對於尋寶嘅樂趣同埋偶爾出現嘅限量爆款，所謂被稱為 Treasure Hunt 寶物狩獵，令到你心甘情願咁樣行入佢哋嘅倉庫。佢哋賣嘅唔係商品，而係一種令到你覺得你賺到嘅優越感。所以下次當你排緊長隊，準備埋單去買你嗰一堆喺購物車上面嘅商品，一啲紙巾、烤雞，甚至係一大籮嘅水，記住你唔係一個單純嘅消費者，你係一個俾錢嘅股東。好啦，睇到嚟呢度係咪時候去入貨呢？好啦，今日呢條片就嚟到呢一度。如果中意呢一條片嘅話，不妨撳個 like，訂閱我哋，同埋撳埋側邊嘅鐘仔。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